挑戰30日學識剪接，今日要學嘅係數字滾動開場。今日分享嘅係充滿電影感嘅數字滾動開場。首先打開 CapCut， 揀張黑色嘅底，揀選文字，撳新增文字，寫2026，跟住揀翻你中意嘅字型，之後撳樣式，文字距離揀翻3，喺2026複製多2份，將3行同黑色嘅底片時間對齊，跟住第一個2026。淨係留翻20，對齊翻原本嘅20，之後下一行嘅2026留翻26，對齊翻原本嘅26，仲剩翻嗰行2026就 delete 咗佢。之後揀選26嗰行，將時間線放大，每10F 撳一次線性分隔，總共撳10次，然後開始由1617改到2526，之後 save 低備用，跟住重新打開 CapCut， 揀一條你中意嘅影片，之後撳重疊。新增重疊翻頭先嗰條2026片，跟住揀接合變暗，之後出翻去揀遮罩轉場，揀水平，跟住複製多一份，拉到下面對齊。同樣地揀遮罩轉場，喺水平嘅左下角有得揀翻反轉，之後出翻去上面嗰條片，撳動畫，揀向上滑動，時長1.2秒。下面嗰條片同樣地喺動畫撳向下滑動，時長1.2秒，咁就搞掂啦。